呢度係拉斯維加斯西南區89139 Zip Code。呢度係呢間屋嘅社區。呢度嘅社區管理費係60蚊一個月，有一片嘅綠色草地，一個公園咁樣，有好多嘅 gas parking。呢度距離 Walmart 廣場、機場、Costco、賭場街大概只需要10至到15分鐘，上 freeway 亦都好方便，215 15號公路都好方便。呢度過去Rainbow 有好多華人餐廳食肆，大概只需要10分鐘。呢度係佢屋嘅側邊有2部冷氣機。呢度係佢後院通出嚟嘅一個門。呢個社區呢係有 share driveway 嘅，有3戶呢係用同一個嘅 driveway 入屋。咁而呢間屋呢有自己獨立嘅出入口，係冇同其他屋 share 嘅。呢度係佢嘅 front porch。呢個係正門，佢整咗一個閘門。而家間屋呢係冇開到電嘅，咁所以係冇燈可以開。咁呢度入嚟呢係一個嘅客廳，方方正正。個廳呢邊係地氈，然之後入門口嘅位置係咁樣嘅。然之後再入去裏邊，呢度係廚房同埋飯廳。廚房飯廳呢邊係做咗地磚，塑膠嘅台面，白色嘅家電器。呢邊有一個 walk-in pantry， 然之後呢邊係後院。呢度係頭先嗰個側門，可以通返去前面嘅。咁呢個後院呢度做咗 pavers 同埋鋪咗石頭。呢度係側邊。呢間屋大概1470尺，有3間房，2.5個浴室。然之後呢邊係車房，2個車位嘅車房。然之後熱水爐喺呢邊。呢度係1樓嘅客廁。然之後樓梯側邊呢一度有一個 storage。再嚟我哋上2樓，2樓都係鋪咗地氈嘅。上到嚟2樓呢度係個 laundry closet， 咁對面呢度係一個嘅位置可以擺書台。然之後呢個雙門開嘅係主人房，主人房有大風扇燈。呢度係主人房嘅浴室，呢邊係佢個 walk-in closet。浴缸同埋企缸係一體式嘅。再過去隔離呢一邊呢係2個客房，呢邊係第1個客房，有個 closet，
兩個客房中間係相連住一個浴室，係 Jack and Jill bathroom。咁每邊有自己獨立嘅 sink，呢邊係相連嘅浴室，呢度係浴缸同埋企缸一體嘅。呢邊係另外一間房自己嘅 sink。呢度門口有一個 linen closet。呢度係呢個社區嘅公園，呢度係一大片嘅綠草地，圍住呢個公園有好多嘅 gas parking， 四邊都係非常多位置可以泊車。